喂，hello，聽日元旦賽馬，咁賽馬預測逐場傾下，先講一場高班賽有冇？係啦，一班1400，咁呢場呢唔算複雜嘅，風再起時當打，咁雖然都跑得密嘅，但係始終後生輕磅，排到4檔形勢都唔錯啊！點都係首選，上場又贏得唔係好特別，但係始終輕磅4檔。咁另外江年魅力、包裝天象、好有心得，我諗呢3隻係好啲嘅，喺呢度嚟講個牌面好啲，形勢，但係個榜咁重啦，其實唔係咁易贏，好似7號嘅，即係唔係咁易贏風雲再起，風再起時下邊嗰啲信心升，仲勉強有啲機會進步嘅，係咯，我估計都係呢幾隻爭嘅啫。玩笑係一個實力強嘅馬，但係超級失準嘅，所以兼顧咯。咁另外呢，第2場賢者威風係比較高，係咯，上場都跑得好，4班1400近夠跑㗎啦喺度。雖然4班係多側身馬，但係佢形勢唔錯啊，不過偏熱啦嚇。咁另外有你有我，覺得係始終佢今季贏一場好出色嘅。呢場如果佢留翻住少少咧，又出嚟都唔出奇。冷邊都有呢隻。咁勇敢孖寶咧就開始近啦，上一場咧一帶到 CP1之後咧就開始近啦。唔好睇小佢啦。咁另外喵喵怪亦都係咁樣，有個新配備之後咧跑得好嘅2場，上一場蝕位嘅，重新估計佢要即係拖埋佢啦。當然呢場有新馬嘅，小心啲啦。雙子美麗係嘛？美麗係飛又勁，勝多多都勉強可以入嚟嘅。其他標誌無限新馬啦，唔知佢咩料，拖埋佢啦4連環，係啦。所以賢者威風可以膽嘅，係啦。勇敢孖寶有你有我啦，喵喵怪啦，雙子美麗。OK 咁啦呢場係啦。第5場我想搏下冷門奧爾文愛將真金奪冠夠跑㗎啦，4班2000應該 OK 嘅，1800佢都到好複雜喎呢場先，即係差唔多嗰啲馬實力，就搏一隻 WinPay 啦，真金奪冠啦，好冇？第6場呢場呢，天天更好賺咯，但係啲飛呢都冇乜好玩嘅，其實買下馬 T 算。第7場黃金騎士睇嚟聽日贏面係幾大嘅，雖然12檔但係呢場有啲步速嘅，索性留咯，直路先發力咯，揾個靚位得㗎啦，唔好塞啊！睇嚟呢隻係勁嘢嚟嘅，唔係呢個班，所以聽日呢隻 win 得。咁另外安都準輝煌係首選嘅 Q 嚟，跟住呢，金梅千歲又 T 機會大啲，開心宇宙冷冷地拖埋佢啦。榮耀掌聲今日轉配備，加州星號都曾經跑得好嘅，始終係啦，兼顧就係呢啲好硬淨啊！黃金騎士第8場講咗風再起時，第9場三軍勇將繼續會搏嘅，佢沙田都得嘅，仲未完全跑得好嘅你隻馬，未完全係一個 perfect 嘅，又搶口又冇際遇，所以都仲係可以買佢。
搏下啦。不過沙田多舊馬，唔係多新馬呢場，有賠率都仲可以搏嘅。幸運堂咧喺外地好似好勁，五檔啲飛又好，神速又勁，係咯，搏呢兩隻。第10場笑喜喜咧，應該都夠晒班嘅，我覺得。雖然呢場好多新馬，係啦，腳就好多嘅，但係如果講 mean pay 咧，仲係有一搏。笑喜喜係啦，咁聽日潘頓啲馬唔差嘅，係啦，今次唔會唔掂噶啦，即係唔會係金小子噶啦，線路滿貫，靚位係重磅機啫，笑喜喜夠正，耀寶可以爭3甲，光年魅力都有練下啦，不過 pace 大啲，金梅千雪都係，翠月旋風有機會贏噶，睇下步速啦。至多寶就班頂馬，同喜一賺形勢嘅啫，唔係好叻。雙子美麗可以贏晒，威父子啊腳啦 T 嚟嘅啫。奧爾文呢，佢個外將啦，發光發亮已經可以爆下冷噶啦，可能係16米嚟嘅馬嚟嘅。幸運傳承都機會馬，不過難跑嘅，咁冷兼顧無妨啊。爭金奪冠係我嘅冷門之選添。星運小將就爭批嘅啫，森林之王都係批嘅啫。龍之輝要突然間個狀態翻嚟先有機會，咁都唔算差噶啦。最想搏就係爭金奪冠啦。好，大致上就係咁樣。聽日第一場呢，極速之子試晒馬都仲可以搏下嘅，不過好多新馬。咪好多即係表現未盡嘅馬，譬如好多咁啊，係咁要玩下啦，係啦，發光發亮啊，紅當當啊，江南城啊呢啲咁咯。第2場正路，賢者威風，3、4場唔玩。第5場爭金奪冠搏冷，第6場唔玩。買馬 T 啦，天天更好膽啊！咁其實翠月旋風都好嘅，不過係幾慢步速難追，亦都熱。咁呢場硬淨啦，黃金騎士硬淨，1、2係首 Q，係啦，都有啲範圍咁啦。第8場風再起時，點都買埋呢場啦，始終都輕磅，係咯，1、3、4。冷門就買6啦，10都勉強拖埋。第9場搏下3軍勇將同埋幸運堂啊。第10場笑喜喜，好多腳，一喜美麗，光年80多啊。OK，係啦，範圍就係咁樣。咁啊，聽日再傾啦。OK。講咗咁多，訂閱、分享、點讚。